修行心得，浸泡顯化法，你要什麼就頻繁接觸什麼，並祝福其他人也能得到。井號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 Shan Hao 沒變。凡是看到我這篇文章的人，就必定會財運爆棚，人人愛你，自信霸氣，永遠健康，智慧無限，逍遙自在。我說你會，你就會。前言斜線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有好幾個人找我占卜，他們斜線他們的心理問題都一樣，都是一般人會遇到，又不知該如何解決的問題。恰好我今天有空，今天就寫8篇文章，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講清楚。這是第6篇，講浸泡顯化法，你要什麼就頻繁接觸什麼，並祝福其他人也能得到。正文，今天的標題寫的都是重點，極其濃縮，就是我要的。今天的這個是一個驚天秘密，不僅是我這麼說說，如果你稍微了解靈性圈，就該知道，許多靈性大師也是這麼說。浸泡顯化法，你要什麼就頻繁接觸什麼，並祝福其他人也能得到。原理解釋，什麼叫浸泡？就例如說母語，這就是一個浸泡顯化法。所有人學母語都是自動學會的。在古代，很多人不認識字，還不是照樣會講話？為何？就是因為我們浸泡在一個充滿說某種語言的環境裡，所以我們自動就會了。這就是吸引力法則，磁場吸引，懂嗎？你越是經常接觸的那些東西，那麼那些東西就會變成你自己。還有，我占卜過很多愛情好有嚴重問題的女的，都喜歡看男人性虐待女人的片子、文章，所以她愛情一直不好。她一直接觸女性受虐、被操控的磁場，結果她的人生就真的變得很難。而我見過的桃花好的女的，全部都是在私底下性關係上自尊自愛的人，所以他們才配得上那麼多好男人愛他們。記住，你可以騙人，但是你的能量不會騙人。你現在的處境就是你磁場的下顯化。解決方法，再來。那如果一個人現在不好，那如何解決呢？很簡單，頻繁接觸你真正渴望的東西加祝福其他和你一樣沒有的人。有哪個東西？例如，你渴望美好的愛情，那你看的色情片、色情文就必須是女生得到好處，女生有侵略性的，而不是女生被虐待也只會哭哭哭的。同時，你要祝福和你一樣的受虐女，變得自信、勇敢、堅強。那有些女生會問，我和另一個女生同時喜歡一個男的，難道我還要祝福他嗎？不，你不必。你祝福的是他肯定會找到另一個令他更愛的男人，現在的男人就屬於我了。既然你們搶通一個男的，那就別聖母，你賜給他另外一個更好的，那你就能開開心心和原本的人在一起了。懂？總結，浸泡加祝福，就能讓你獲得宇宙中的一切。你要什麼就有什麼，百試百靈，就這麼簡單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